上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天气讲台语。外口伫要落雨啊，莫阁耍手机啊，紧去甲衫收起来。我知啦，你害我去互拍死啊啦！这款的对话啊，唔知影大家敢捌拄过咧？天气啊，影响咱的生活真大。那安尼啊，和天气相关的有倒一寡台语对话和俗语咧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古早人啊，无现代科技的帮助啊，拢着靠经验的累积来了解大自然的变化。所以啊，古早人创造出真侪俗谚语。譬如讲啊，春忙拍死鬼，夏忙做大水。意思就是讲啊，春天啊大忙啊，雪落来，迄天就是好天；啊，那热天啊大忙啊，连夜啊颠倒会落大雨。另外佫讲啊，9月台无人知，就是讲啊，秋天的风台啊，迄路线、迄大势真歹估计啊，永啊会造成真大的损害哦。古早人啊，透过这俗谚语，会当量其约啊，知影未来天气是会安怎转变。啊，那现代人咧，咱有专业的气象报道啊，对天气变化的预测就更较准咯。所以啊，早起要出门之前，咱会当准开电视看透早新闻的气象预报，也是讲拍开手机啊，用 App 啊来确认天气安怎。所以啊，咱定伫厝内啊，听到下面的对话哦。今仔日啦，爱叫你加脱一领衫。气象预报讲，今仔日会变寒啊！啊是讲啊，等下出门，叫你炸雨伞，下晡啊，可能会落西北雨。这啊，拢是厝内的人，定系互相关心、互相提醒的话，听到啊，敢是真温暖咧。上尾啊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外口伫要落雨啊，莫阁耍手机啊，紧去甲衫收起来。我知，你害我去互拍死啊！春忙拍死鬼，夏忙做大水。9月台无人知。今仔日爱叫你加脱一领衫，气象预报讲今仔日会变寒。等下出门会叫你炸雨伞，下晡啊可能会落西北雨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恁看气象讲台语是不是真简单咧？而且啊，佫较会当表达咱对厝里的人的关心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，咱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。